嘉义太保的南新派出所边啊，隔一条路就一间国小。这个区域计共有7个路口，为着要让学生囡仔上下课更加安全，嘉义县政府要拆掉这派出所的墙围啊，增加民众行路的空间。那派出所是希望讲搬离开这，唔那让路口更较宽，派出所的服务也会当提升。大轿车伫遮来来去去，这个所在计共有7个路口，边啊，阁有一间国小甲派出所。早起时啊上班上课的车，拢互遮个交通真乱。为着囡仔的安全，嘉义县政府规划要拆派出所的围墙，增加乡边边行路的空间。北港路这一条走过，然后那里因为路很小条，没办法停车，但是这一条又停满了车子，所以有时候都要开到很前面，让小朋友下车，自己再走过来。伊是一个7向的路口吼，7条路安尼汇集伫即个北港路即个所在，所以伊平常时的车流量非常的大。你若种讲家长来接送的时候，家长的车变成会伫咱即个路口遮回转，阁有安亲班接送的时阵，迄个车辆的即个密集度非常的高。针对要拆围墙来增加行的空间，派出所表示尊重相关单位的规划。只是派出所伫路冲的所在，加上目前附近停车位歹找，室内办公空间嘛无够。派出所希望归去甲派出所搬去别位。内底空间有较细，本来这样17个同事，17个同事用差不多4、5台电脑安尼啦，内底真啊较客一点。派出所表示，因的管区有5个里，大约服务16000多位民众。民众拢反映讲，派出所附近唔但交通乱，车嘛恶停。希望趁这届改善危险路口的计划做一摆总改，唔但让国小的囡仔有安全的行路空间，嘛让派出所的服务对来提升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